被譽為無痛版 Thermage 嘅 Oligio X 完美電波，而家正式進駐 Excellent Medical 啦。如果你已經係25歲以上，開始發覺自己嘅虎紋、眼紋、淚溝紋越來越明顯，甚至感覺蘋果肌有啲下垂嘅初老跡象，又唔想捱痛，咁呢部機就最適合你。Oligio X 係韓國原廠製造，仲攞齊晒美國 FDA、歐盟 CE 同韓國 KFDA 3重國際認證，安全同效果都有保證。儀器結合咗單極電波射頻技術同專利嘅 GXG 深淺層相操作模式，好似整三明治咁分層加熱。首先用 G 模式快速預熱表層皮膚，表層加熱係令到輪廓更加立體嘅關鍵。再用 X 模式定點加壓，呢個步驟可以深入加熱底層膠原，刺激膠原生得更加鞏固同飽滿。最後鎖熱，用 G 模式滑動補強，更加可以令底層溫度達到攝氏70度。將熱能鎖實喺底層，防止膠原流失。三層熱力配合，整個過程非常全面細緻，出嚟緊緻提拉效果更加自然理想，生出嚟嘅膠原亦都更靚。Oligio X 仲搭載咗多段式即時冷卻技術，配合完整嘅冷卻流程，全程透過加熱同冷凍交替進行，全面改善肌膚鬆弛同其他膚質問題。做完療程之後，你會發現面部冇咁鬆，連皺紋、眼紋都淡咗，眼袋亦都收緊埋，因為膠原翻生，皮膚自然彈翻起，成個人望落去後生又精神。成個輪廓 firm 晒，下顎線條出翻嚟，側面更加立體，重現 V 面。膚質靚咗，冇咁暗沉粗糙，毛孔更加細緻，皮膚滑嫩有光澤。我哋設有3款針對唔同需求嘅 Oligio X 電波療程。無論你想局部修型定係全面提升， Oligio X 都可以幫到你。想了解更多相關資訊，歡迎到我哋 Excellent Medical 預約了解或致電諮詢。